他代表起家運動，就歡迎大家來到香港。我呢點解我中意呢個名齊家？因為孔子教我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。他說他改這個名字齊家是孔子說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。對，修身齊家，咁咪齊家係第一步驟。第二個步就是第一個步驟就係修身，修養自己啊，修養自己。咁咪齊家，齊家就治國，社會安定，然後呢平天下成個世界。所以齊家運動呢，我嘅心目中呢係好重要。第一步就是修身，修身就是把自己的身心怎麼修好，再修養好一點。齊家就是把自己的家庭安定下來。治國怎麼樣？治國大家都會看，治國就是把國家治好，平天下就是天下太平。所以今年繼續。我想同大家講一好簡單一樣嘢。我第一次返中國你知唔知道我去邊度啊？我冇去到北京啊，冇去到上海啊，我冇去到西安啊，去邊度呢？他說他第一次回國，你猜猜看，他去哪一個地方？他沒有回北京，沒有回西安，沒有回上海，對。但係呢，第一個地方我去咗曲阜，你知道曲阜？曲阜是孔子的家，曲阜係曲阜，喺孔子屋企嗰支家庭面前啦。我問孔子：你認唔認我都係中國人？在家庭裡面，他就跟孔子的像問：你認不認我也是你的家人？孔子答我，回答他。我聽到孔子嘅聲音。他說他聽到孔子的聲音。你想唔想知道佢真係真嘅？我唔講大話。相信嗎？他真的聽到孔子的聲音。我聽到，我嗰度坐3個鐘頭，坐到個花園，有嗰啲樹啊，嗰啲白鷺，嗰啲雀仔好靚，嗰啲大嗰啲啊，嗰啲白鷺叫做白鷺啊，白鷺。有一隻鳥叫白鷺。他說他在孔子那個。我坐喺度3個鐘頭啊，3個鐘頭等孔子答我呢個問題。他就等孔夫子回答這個問題，你承不承認我是你的家人？孔子答得好好啊。他說他的答案是很好。佢話你係天主教神父，佢知道我係天主教徒。他說你是天主教的神父。點解呢？你問我呢個問題啊？為什麼你要問我這個問題？唔該，你查一查聖經啊。他說你查一查你的聖經。喺聖經入邊有答案。在聖經裡面已經有答案了。佢話孔子話俾我聽，我問你呢，邊啲人係亞巴郎嘅後裔啊？孔子說：我問你，誰是亞巴郎的後裔？不是後裔。邊啲人係亞巴郎？佢話係咪所有嘅以色列人一定係亞巴郎嘅後裔呢？他說：是不是所有以色列的人都是亞巴郎的後裔？佢話聖經話邊啲人有亞巴郎嘅精神嘅信仰，就是亞巴郎嘅後裔。聖經說誰2億01個。01個。哇！開心到我一生都期望做中。一生都希望自己
己能做一个中國人。我喺香港46年都想做中國人，孔子就話嚇12億另一個，嗰個咪你係我。他說他在香港生活46年都想